来镜头锁登来台湾，来看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廖先祥，互周刊来压料，讲伊的家族破坏着水保地，乌白开垦作为私人的别庄。新北市政府嘛认定违法，限定你的30天内爱改善，也若无，就罚款6万块。廖先祥要选立委的对手，也就是民进党的赖品妤。今仔日开记者会，质疑着新北市政府护航，互廖家爸仔囝将做土霸王。伊阁痛骂着廖先祥，甲责任撒互长辈是袂见效的行为。廖先祥是出面来背回讲，只要有不法，就会配合拆除。出动大型吊车力拆，这也是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廖先祥被控告占用国有地停车场，也无停车场有拆，甚至山顶真豪华的厝，民进党立委赖品妤讲是安怎无动作？廖先祥议员完完全全的就是一个伪君子。选择性的承认，完全没有面对这个800坪豪华庄园案中最恶劣的侵占国有地、破坏水保地，还有疑似透过假门牌窃取水电。赖品妤伫记者会提出空照图，讲这座庄园伫2012年起的，嘛是廖先祥伫2009年到2018年做因议员的老爸助理期间，连续为10年前开始甲新北市政府投诉，不过拢无结果。媒体一个报，新北市政府则要求30天内爱改善，若无者爱罚6万块。难道整个新北市府成了廖先祥议员的竞选总部了吗？这样子动用整个新北市府的机器来请全力来救廖家，我在这里要去呼吁新北市府啦，既然你们已经认定了违法使用事实，那就要尽速依法去处置，要求期限内来恢复原状。新北市政府的行政裁处，我父亲这边不会有任何的异议，那后续也会针对违规的行为进行排除。那在昨天的时候，我父亲就已经雇工将超过我们承租范围的任何可能的构造物进行拆除的动作。面对赖品妤的指控，两个人是透过空中的对战，廖先祥的家族违法的争议，可能会对立委的选情产生变数。Hello， 我是庄慧琪。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